咦，我可唔可以問多你一次啊？我第三隻歌唱邊隻啊？我聽唔到啊！咁我覺得一個把聲唔夠，大家一齊講好唔好啊？3、2、1。聆聽自己的聲音。好，唔該起哥。我聽你哋話啦，我唱邊隻？Hello， 哇，有攬枕添㗎我。但係如果我攬住自己瞓，好似有啲驚。副歌第一句有冇人有信心唱㗎？有啊，好啊。為何個習慣聽別人？我明覺到為我自身，想永遠要學會發問，哪款指針哪一種腳印，能陪我自信找。唱得長過黑膠㗎，送多幾秒俾大家。好 ，thank you。多謝晒 Ryan， 哇，好開心啊！即係除咗聽你嘅聲音，都聆聽到係全場